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港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你准定有看到本土确诊人数为6万外，浪过7万，直接冲8万，今仔日9万哦。台湾新港界来宾几礼拜前就一定咧讲，但咱爱较要以中重症率迄个数字，论真直接冲8万，佮随9万，也有另外2层意义。第一，咱的检验量能增加；第二，部分快筛阳性就确诊。行政程序较方便，效益嘛会较紧显现。这颠倒毋是歹代志哦。啊，佮最近一直咧讲乌数，有一种乌数伊的意义代表无症状的人多，传染力嘛较低。也就是咱重症率事实上比咱即马看到的数字搁较低。随网安尼讲，咱犹原需要保护咱高风险的老大人甲幼囡仔。今仔日咱会特别来讨论老大人染疫重症死亡率，看有超过咱的预期会超越死亡无？这个角度甲观点，咱做阵来关心咱的医疗量能，来讨论搁来防疫工课的步数。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仁医师。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邀请前卫生署长杜胜德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今仔日的确诊人数是超过9万，啊，死亡人数是59个人，这双双破纪录吼。随网，咱的无症状甲轻症率是维持伫99.7%吼。不过，咱看到台大的学者陈秀熙教授讲，台湾可能有出现着超越死亡这个状况吼。伊的讲法是较大70岁的老大人吼，每1万人加死28个人吼。这个数字是安怎来？咱小等有路来讨论。啊，老大人了我，咱嘛烦恼咱的这个幼囡仔吼。今年已经有7个儿童重症，其中2个因为脑炎来死亡。台大儿童病院黄立民院长讲，即马湘北家人桃园较大的儿童病院已经拢无病床，为着保护咱的囡仔吼，犹原是建议爱注预防针。即马确诊人数逐日咧增加吼，什么时阵才是疫情的高峰吼？各方的讲法无共款。但是中指挥官讲，还未进步，可能会搁继续发展一阵后。啊，卫福部讲，疫情高峰可能是伫5月底的时阵。中区黄高敏指挥官讲，6月中了后可能会开始下降哦。指挥中心李秉英医师讲吼，这个确诊人数的曲线可能会维持一个三轮的形状哦。到6月可能会降较低，不过爱回去到正常，可能爱到9月的时阵哦。这个问题咱今仔日要来探讨。大先来看指挥中心今仔日疫情记者会。那今天本土的病例，新增的90331个，那另外还有境外移入的47个。我们今天的新增的死亡个案，59位。重症这边增加了136人，重症的人数增加了这55人。是在这个重症的这个个案是里头4岁的一个女童那这个女童本身没有慢性病史，发烧、咳嗽的这些症状那经过家长带去急诊这边那在急诊这边就开始出现有这个全身抽搐的一个情形那是有合并这个脑炎的这个状况，现像是肝脏、肾脏等等这些其他的一些多重器官的一些数据都有异常所以我们第3例的这个儿童感染COVID之后并发脑炎的重症的个案，那如果出现以下这个5个这个警讯表征的话那6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要评估小朋友是不是要紧急送医的条件，特别是5岁以下的幼儿的没有打疫苗的就是比起死亡率来讲，比如说打过3剂疫苗的，它大概有增加了大概有它的6倍的一个死亡率。这已经好，观众朋友，咱即摆大先来请教林医师咱即摆看到讲，这确诊人数可能得要破100万啦过来今仔日是9万，死亡搁59个人咱搁看到有一寡儿童重症的状况较严重的当会报道出来嘛互人会小可有惊吓。总是咱的疫情发展到即摆，林医师你的意见来看敢是需要做烦恼，还是讲咱袂当继续维持咱即摆的这个脚步来行咧？烦恼嘛是小可爱烦恼啦，但是我是觉唔免遐惊啦。因为讲实在，比如来讲
中症、重症死亡的人拢足少的啦。是。但是虽然是少，但是因为感染的人较侪，就是有遐侪人会出现问题。尤其是你本身慢性病，有一寡比如讲癌症啊、腰子病、糖尿病一大堆的，你就感染就较严重。这大项感染拢共款有这个现象啦，是。当然咱家看讲今仔日数目9万，你是讲9万啥来？9万就是讲，因为你咱较早拢爱叫做 PCR， 对，较会使确诊嘛。但是即几工，你若居家隔离的，还是你是迄个自主的迄个检疫的人，你凭你快筛阳性，你就当确诊啊。对，所以安尼加起来就足济啊。搁另外一个65岁以上的人，你若快筛阳性，你就当确诊啊，唔免搁做 PCR。是。所以现在即几工，本来昨可能到8万，突然间今摆去9万。我想搁过一两工了，这个数目字嘛袂变啊，可能搁较悬尔，袂讲搁落来，绝对袂搁落来。哦。因为你即摆快筛阳性就当变做就较紧啊嘛。是。过去拢爱 PCR 嘛，PCR 就搁较慢啦嘛。是。所以这几工一定是加入来的量会较济嘛。是。所以我就感觉慢慢想起伤重。我足济病人有当时咧讲，伊较紧要安怎？我讲你即摆若当然无较紧的人做稀罕的，你敢知啊？你厝边的人，你讲拢找无较紧的人，表示你无朋友、无亲戚、五早拢无呢。因为阮是基层的医师，阮咧看病人，阮知影。是。我较早过去的病人，逐个嘛较紧，这个较紧，迄个较紧，若无就互隔离起来。是。所以这足平常的代志。我相信事实上的感染的人毋达9万啦。我拢想讲，到尾起码加几啊成入去啦。是。因为真侪人伊有当时感染伊快筛阳性感染，伊就想讲算了，无啥镜头，轻轻也无啥物镜头，我就家己关起来就好啊。我何必着去排队去遐咧检验咧 PCR？叫咱好，即摆你是讲要检验 PCR 较简单约袂入去，着搁排队排几啊点钟，真艰苦。所以不如住厝关起来较好。反正我也无啥镜头啊，我何必着去含人都爱排队都透风落雨都晒日，所以伊就家己关起来就好啊。所以何必向老师即摆之前咧讲，足侪迄个巫术就是安尼来嘛。毋过今仔日嘛有讲巫术，无一定是歹的巫术。对啦，我是讲遐个巫术，伊若无要出来啦，普通拢轻症啦。是。伊若真正较严重，伊就会出来啊，一定会出来，爱医疗啊，伊就爱出来啊。是。若较轻的，伊就秘到厝里就好啊。所以你讲这重症的比率还是讲死亡率实际上应该更较低啦。是。只是讲因为咱拢较真的人较有咧统计嘛。所以这无较真的人秘伫厝内面，就安尼，所以伊实际上较真的人更较济啦。是。我是感觉伫即摆目前的情形之下呢，应该若有镜头的人快筛阳性，绝对要甲变做伊就是确诊啦。虽然咱有当时咧讲啥物伪阳性的，讲咱是有假阳性的共款，迄啦，你若讲无种无头的人，干那快筛阳性，特别 PCR， 当然有当时可能验出来是无啊。是。但是你讲发烧、脑疼、流鼻水、嗽啊，有镜头的人，你个快筛阳性，迄差不多100%拢是确诊的，拢 PCR 拢阳性的。是。所以我想，咱的医疗能力讲实嘛已经较进步啊啦，嘛是爱尽量互医护人员莫搁咧补迄个 PCR 应该若像即个有镜头的这医生若甲判断讲真正你有镜头搁快筛阳性，就甲确诊啦，莫搁做 PCR 啦。是。咱 PCR 量就是较遐尔，你搁加确诊可能到尾嘛是，我有法度诊断的 PCR 就是遐济人尔。是。所以我一直咧感觉，因为阮是基层的医生，阮咧看病人，阮知影，阮了解。偌济人会确诊，偌济人有镜头，有镜头的人 PCR 已经有镜头，已经快筛阳性 ，PCR 大拢阳性啊，差无别项通医啊啦，无别项通讲啊。是。这太流行的啦。是。我讲我惊我做医生嘛，差不多已经嘛要40几年啊咧。较早咧流行感冒嘛无遮侪人确诊呢。我较早咧流行感冒迄阵台湾咧流行感冒迄阵。我无看到遐侪流行感冒的病人咧，是无受这比率遐悬。即摆咧
武汉肺炎在流行哦，比较早咧流行感冒搁较比如搁较悬呢。是。较早咧流行感冒咧流行，我感觉拄底啊看到一两个讲流行感冒确诊的人，安尼尔咧。啊，即摆是一大堆，你若讲真正有症头，就即摆你若大人发烧，搁全身骨酸软后痛，差不多100%拢确诊。是。意思就是讲，较早流行性感冒的时阵，无遐悬，比如无遐悬。是。所以即摆传染性比较早的流行感冒搁较悬。哦。较早流行感冒真正无遐，比如无遐悬啦。较早我若拄底下去快筛一个迄个流行感冒阳性的人哦，拄底下尔咧，嘛无讲遐悬的比如呢。即摆差不多一日来拢快筛阳性，就差不多规个满起啊，拢是啊。哦，而且我开始隔离吼，对啊，所以世界嘛咧隔离。你看，对总统府甲迄个咧拼本色的，大家嘛足侪嘛确诊。是。所以若无确诊就是无朋友是讲哦，确诊无确诊啦。我拢先问讲，你有注意用啥无？伊讲我注3针，我讲好，你做你安心。你若注3针，你上过就感染，你就安尼那感冒过就好啊。你安心，你莫惊，伊就较安心啊。是。莫甲恐啊讲，你得武汉肺炎，你会巧伊，你知我这是害啊，又惊到毋知要走你倒去啊。哦，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邀请金健康洪素卿总经理。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朋友，咱即来看吼，拄则讲到，今仔日是59个人死亡吼，其中58个人吼有这个癌症，也是慢性病这个状况吼。若是用注意放射的人数来看，内底有31个人是完全无注意放射。若是用年岁来看吼，37个人是年岁超过80岁。不过，咱若是看70岁以上吼，拢总加起来，70岁以上是51个人。毋过，咱即摆来看另外一个统计吼，看会当看出一个美角无？咱即摆来看，死亡人数的即个发展吼，应该是中重症的即个发展吼。咱即摆重症率吼，死亡率是79%吼。咱来看即两条曲线吼，红色的是70岁以上的人。红色的吼是较少70岁的人吼，重点是伫倒位咧？重点是咱来看即个5月17号即天吼，即天70岁以上中重症15个，70岁以下的是13个吼，较接近。毋过为17号开始，17号这就是65000人确诊迄天嘛吼，到昨18号都是超过8万人啊。毋过咱即马来看，今仔日是9万外吼。毋过有一个数字咱来看吼，就是讲昨70岁以上的中重症的人变33个，到今仔日是51个吼。咱看到这个数字，伊是增加差不多要2倍哦。总是17号65000，到今仔日是9万人。这个确诊的母数并无增加2倍，咱即摆来请教司长吼，安尼款的状况吼，可能就是地书陈秀熙教授在讲这个超越死亡的这个状况哦，因为咱看70岁以上的人、中重症的人增加，迄个曲线是实在是车率是足悬吼。咱安怎来面对这样的状况？安怎来解说讲70岁以上中重症率增加咧？即马有几个观念，可能大家爱小可讲较清楚一下吼。是。即陈教授有咧讲，即个超额吼超越的即个死亡，即个超越定义啦吼，这是讲交旧年比吼，一般是拢交旧年比啦。旧年假设讲死100个，你只死120个，你个超越20个，意思是安尼。当然即马感染若来吼，这中重症个较济，死亡嘛会较济。这嘛算就是超越的原因，但是大家知影讲，你若真讲用今年的死亡交旧年的死亡比，足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嘛做一篇发现讲，即马是安怎讲感染死的吼，比如咱台湾800-900个尔，但是旧年加死的讲万几个，是安怎它会超越较济？外国愈厉害，迄个是因为讲其中有的人毋是感染死的。是无感染嘛加死的，即所以喏，咱只讲即个医疗的量能是足重要的。足侪人讲本来心脏
无啥爽快，讲啊，你应该去检查卖啦。即摆你感染期间去病院，得到加麻烦的，啊，佮感染佮害，怎无去啦？后个煞巧伊啦。哦，即种的就是我是超业死亡的原因。所以讲，像即摆伫大陆吼，上海遐啦，去互即种关系的吼，啊，袂当去看病死的，比讲去感染死的加足侪啦。别种病毋是武汉肺炎。啊，因虽然实在讲，因真是讲武汉肺炎死的讲真少啦，真少啦。当然咱遮嘛真少。啊，咱遮真少讲这是感染死，但是你若阵医疗崩坏，安尼个害啊，因为别种病去袂当去嘛。啊，讲话你生囝袂当去的，当然台湾是无安尼啦。但是旧年有哦，旧年因为向变足紧的迄阵，有一寡人会怎毋敢去看病，啊是讲本来要去看病，啊怎讲约了伤久，啊怎无看到，啊怎已经巧伊啊。是。所以像即种的吼，就是讲咱即马针对一个疫情啦吼，你爱讲你是要解决即个感染问题，还是你要解决所有其他病嘛拢爱照顾的问题？哦，这点足重要。当然，伫勒大，伫迄个阿罗迄阵吼，感染问题足严重，因死亡率真悬。但即马奥密克戎，这死亡率足低。头拄讲咱即马吼死亡率是悬啊少，敢若看个知59个内底58个人拢是有问题安尼。敢若一个是无问题的尔呢，有时啊年轻的拢有问题的呢。到将近90%是70岁以上的呢。所以咱想看觅，假设即摆无这个疫情，这人会过身去袂？这人可能我会过身哦，但因你有感染，会提早可能一两个月过身。你讲啊，这是感染引起的过身，但这安尼讲这是超额吼。你若用规档来算，不一定超额哦，因为伊尾也嘛是有可能会过身啊。伊本来就有病啊。即摆假设讲咱逐个人吼，拢打疫苗，你会讲啊，拢打疫苗死，毋是个大拢做过啊。所以你检查冇疫苗，小讲那逐个人拢有感染，你讲感染死毋是哦，是本来有遐病要死。当然，即个人已经有一种身体一种问题啊，伊要病真歹病，你个一个感染来，伊愈歹病，所以伊比伊本来就是后个月要死，会较早死，变一个月前就死啊。这嘛会使算一种超越的定义啦。所以咱超越定义要讲清楚，超越有3种，一种是感染了会死的，一种是本来可能有一寡病啊感染了会较早死。另外一个是讲，佮交感染无关系啊，但是佮要去看病，袂当去看啊，去互封起来啊，还是讲医药袂当啊，还是讲家己讲。怎变掉以轻心，讲啊，卖去看，安尼是所以3种，所以吼，当然即马这奥密克戎吼，交以前阿鲁拉勒达是无共啊。咱若无改变咱这个想法吼，咱会毋知要安变较好啦。奥密克戎是足弱的哦，你若阵看讲啥都讲足弱呢，因为有人这黄高斌医师讲乌数5倍啦，我是毋敢讲想遐济啦，但是一定是乌数啦。啊，乌数是好啊歹一定嘛一回事啦吼，毋是讲一定歹啦。但是假设无乌数，咱的死亡率个0.05%尔啦。哦。啊，若真甲乌数加起，还会愈少啊。对。所以表示讲，这个奥密克戎是足弱的啦，感染力足强的啦，但是死亡率足弱的。啊，咱即马就是讲，爱针对死亡率这边来照顾，毋通去为感染力迄边咧烦恼啦。咱即马做伤济代志，拢咧惊伊感染增加。有人讲乌数增加较好呢，感染较济较好呢。上重要是问题是科学性证明讲，这项病是无可能清零的，因为有足济无症头的人，是有症状感染者，所以你无可能清零，你可以用清零的概念想要去遐做，只干嘛咧烦恼讲要偌济，毋是你爱讲烦恼讲咱若真种症有法度通照顾无？哦，过来。别个人拢无感染的人，会为着安尼想过惊吓，所以无法度通出来做其他病治疗无。过来是毋是政府，还是讲有人互伊防个伤紧张？啊，若互伊防伤紧张，安尼煞变做讲，逐个人吼变伤注意这，怎变怎？医疗量拢咧替你做检查就好啊，吼，啊替你照顾迄个足轻的，迄本来吼人流感冒伊个无咧安尼，伊个当随便食一粒。帕拉多，还是根本无啉较济水，佮家己好啊！只会惊呢，惊较紧，你该找病院，要安怎有安怎无？嘛是叫你转院了，无要安怎？
这叫以前无个以前讲较紧放入去负压隔离病原时代无共啊，大家爱知影讲这样奥密克戎吼，然后乌素去算入去，死亡率是足少的，中重症是足少的，那有拢是你本来有其他的症头吼，有可能症状较引起的，所以咱爱改变这个观念，咱爱开始来讲，认真对中重症要安怎照顾，但是吼唔通甲这讲，你看吼，这超过预期，那个超过预期，这个讲较增额死亡啦哈，超额死亡，表示政府还蛮唔是哦。你奥密克戎变较弱，唔是政府较高呢，是伊家己变弱的呢。但是即摆伊吼引起偌济人死亡，嘛唔是政府还蛮呢，还蛮高，这是叫防疫的量能爱高外国比，大家国拢做落去比啦。所以你别说安尼个表示政府还蛮，我若种无感染，就是政府高，唔是安尼呢。这是吼病毒个变安尼，咱即摆上重要就是有影爱为观念改做对中重症的照顾，唔通有这个医疗量能，互大家伤过紧张，拢咧处理这小代志，啊反而说害人说本来要治疗，说袂当治疗，本来感情吼讲安尼袂当治疗，讲我搁延一个月，说安尼，迄种代志也会尽量少，较袂影响到其他医疗。是好，讲到这个医疗量能甲超越死亡的问题吼，咱大先先来看一个报道。即卖疫情当正日，台湾本土确诊人数18超过8万例，死亡的个案增加41例。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的统计，在41例死亡的个案内底，40例有慢性病病史，其中20例是无注过疫苗的。超过80岁以上的这个个案的话是有20人，年龄最大的是90多岁哈，那年纪较轻的也有50多岁的2位哈，50多岁的2位分别都有这个肝硬化或是甲状腺方面的一些慢性病史。医疗能量不足产生的照护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的不足，而造成所谓的间接死亡。这样的一个间接死亡，在目前这两个短短的这样的2个礼拜期间，大概占了53%，这个呢不容忽视。公卫学者分析，疫情致使70岁以上的死亡率，因为照护的量能无够等等的因素大幅度来增加。另外，今年已经累计有6个重症的儿童患者，是8个月至8岁囡仔，内底有2例死亡，包括家人2岁查甫囡仔感染了后并发急性的脑炎，不幸死亡。那这2位这个死亡的个案的小朋友都是因为并发这个脑炎的关系那后续有出现败血性休克或器官衰竭的一个情形。看到他第一次就是热痉挛的时候，我们也就马上就是请我爸开车的时候送他到部立医院，也不像是那媒体上面说的是救护车送去医院的。所以是你们自己开去医院的，对不对？是我爸开车载我们去的。这个查甫囡仔的老爸讲出规个送病院的过程，嘛反映出医疗量能已经真暗的情形。指挥中心有讲，确诊的医护人员甲照护人员会当请因倒转来斗3工，为4月初1至5月17，拢总已经有240个人员倒转来斗3工。有时候自己稍微有点症状，他或许顾及到其他同仁的上班的辛苦、民众的照顾，有时候真的是还是忍着病痛在上班。面对疫情，伫上前线医护人员骹手是真欠缺。医师工会全联会是招100外基层的同仁去社区体检站斗骹手，嘛斗做各大间病院采检的工课，来消透医疗量能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即摆咱较幼路来讲，陈秀熙教授所讲的这个超额死亡这个问题超额死亡是安怎比出来？伊大生是有一个背景值这个背景值是啥物意思呢？就是同一个时期以前无 Omicron 的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内底所有的死亡的原因拢加起来用1万人来算咱看到这个较浅红色的，就是较早同一个时期4月28号到5月15号，这个时期是咱的这个确诊人数咧增加的时阵。以前无 Omicron 的时阵，万人内底是死23.9人这个空色的，就是讲有 Omicron 了后，咱即马是死52个人，安尼加起来伊是差不多增加28个人陈秀熙教授所讲的意思就是这款的警察是安怎会加28个人出来？拄则杜兴德署长就讲
可能有几种原因啦，就是讲伊可能是真正为着病毒来死亡，另外就是伊可能是别种病因为即马咱拢咧药医Omicron的病毒吼，煞无得到这个妥善的治疗，来这个也就是陈秀熙教授所讲的这个间接的死亡啊。过来第三项就是伊可能是为了病毒来死亡，总是伊。亲像咱拄则所讲，伊有这个慢性病的这个安尼的状况吼，咱即摆请教洪总经理，这是一个统计上算讲是理论性的代志哈。总是咱相信陈秀熙教授伊用这个数字要来讲的，事实上伊是要讲，就爱调整咱的这个政策啦吼，互这个医疗的量能吼，较去照顾这个。重症甲中症的人，其他轻症无症状的人，都是自我来监测吼，用这个注意方式，甲注意方式来当做这个减少重症甲中症的这个状况吼，总经理来看，陈秀熙教授安尼讲，伊的这个目的可能是要调整政策你来看吼，这个咱即摆的政策吼，若是要调整，若是要放卡令，这个方向可能会安怎做咧？确实是爱调整啦。第一个部分就是讲有超越死亡无？我感觉一定是有，是安那？因为你爱看吼，咱不只是讲咱一般人，咱离这段期间吼，愈来愈侪人为着这个 COVID-19 吼。其实医生、护理师因嘛拢嘛是，这段期间真侪人嘛为着。进前咱的政策是讲，你也为着你家己爱去。10+7了后，你厝的、你隔壁的人嘛爱拢去居隔，所以其实真侪病院啊，伫这段期间内底来关病房，毋是讲无病房，是因为我即摆护理师，我即摆医生就是你隔离啊，骹手无够，骹手无够，我来关病房。第二，为着讲吼这个人吼，佮骹手我甲伊刷去互即来照顾这 COVID-19 的人，所以结果嘛搁爱变个关较病床。你想看觅，明明是。天气共款，明明是期间共款，咱会发生的病嘛是会发生啊。比如讲布利台北医院好啊，伊之前3天嘛是收7个就是心肌梗塞，就是讲这个毛病共款会发生，可是伊发生的这个期间，咱的医疗的人手是无够的，所以有可能就是安尼，咱会造成什么就是超越的死亡。第二件代志，我感觉是。咱应继续观察的，就是我进前咧看吼，咱咧公布讲这死亡的这名单内底哦，有当时会听讲这个人有啥物慢性病，我有当时都惊，你知哦？因为我就是高血压啦，高血压有算无？因为你咱政府即摆有啥物慢性病伊无甲你讲清楚。其实咱65岁以上的人真侪拢有血油管啦、血压管啦，还是其他的毛病这也拢算咧，每一人几乎拢有所以到底是偌严重的慢性病，伊应该即摆就死亡嘛？咱唔知嘛吼。所以我就看到一个，我印象最深的，因为伊迄当阵伊公布的时阵，伊是60通血，伊无讲60外吼，我毋知伊拢写60加嘛吼，60通血，60通血，这个人吼，伊呢有啥物毛病？伊有胃溃疡，就是有会出血，这个人呢，伊无救回来，伊啥无救回来，伊家己签 DNA， 伊讲伊无爱插讲，我感觉这件代志，互我看到，我想讲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这个问题。咱像遐70几岁以上的长者，因的迄个死亡率差不多要8成，伊也变重症，伊几乎有8成会死，因为伊拢 DNA 你有注意了。咱即摆名单就出来，一排拢讲我无爱插讲。那伊进前毋是这个疫情的期间，有当时咱会甲伊解说，讲毋是讲你插讲。拢袂活呢，有的人插管是会活的呢，插管会活，这个人他无应该讲拒绝插管呢。咱之前讲卖插管，这 DNA 是讲啥？你是末期疾病嘛？你是比如说，咱有几个 condition 嘛，比如说讲你是失智症到末期，或者说你即摆的病是咱即摆现代医疗无办法甲你医好的，还是讲那有几个情形，毋是讲维持一个性命的尊严。是，可是我即摆的病是我甲伊插讲了我甲伊顾较好，你是活过来，而且你有可能活过来，佫免佫继续插讲。咱这个人无讲我 DNA 我就 DNA 呢，可咱即摆知因为咱人手无够，咱即摆有当时咱呼吸治疗师本来人手嘛较少。这个人手拢无够的时阵，有当时变讲，你要 DNA， 就 DNA。所以我来讲，进前去年的这个时阵，张善全教授有一届伫记者会嘛是讲，有人讲咱这 DNA 感觉有较侪哦，一直去骂。可是我赶快请大家，咱能继续观察。
总讲啊，有一寡人，咱咧人手无共的时阵，可能嘛会出现这种我感觉这种嘛是一种超额的死亡。所以是安那咱爱调整，讲，第一，咱爱详细来看，咱即摆人手到底是有够无够，爱安那调整。因为无人就是无办法，伊就是神嘛，无办法啦。毋是讲病人爱较少，医生嘛爱有够。啊，所以你要安那征兆啊，是要安那，这嘛是一个办法。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讲，咱这较轻重的，这轻症安那卖互伊变中重症，这是同重要的，就是。真轻无镜头啊！你著踮厝备好吼，啊你嘛莫为讲你要保险，你要创啥来 PCR， 莫乱啦！即摆说侪人为着迄保险，我感觉足奇怪。你有2档会用清零，你是咧惊啥啦？吼，2档个期间，这请求权拢咧啊！你到时阵要去诊断书啊，你莫啥拢会用过会付的。咱这段期间就莫为其他医疗之外的代志来还这医生，互因专心做医生的代志。吼，所以你也无镜头。吼，你嘛免讲我什么一直来 PCR， 你甲记闭起来，你吼莫甲人喂着别人。啊，第二件代志咯，你有镜头，那你有爱确定讲你也是高风险的。什么叫高风险？你65岁以上，啊，你可能是较大颗，你可能百分真济，啊，你可能有一寡，比如说是肝的问题，还是讲你油脂的问题，还是你有免疫力的问题，你是这个人，咱应该有一个绿色通道，伊用紧去确诊，紧去摕到这药啊。毋是敢65岁以上，包括这高风险的，这人伊会用15天内底摕到药啊，咱会减少，这必须进入中重症。因为我先讲，咱本来咱的重症医疗就无够，毋是这段时间咱无够，因为咱之前健保就是一直甲因剥削嘛，所以咱中重症无好谈嘛，重症医疗无好谈，所以这个伫病医内底伊的人力本来就无啥够，啊，即摆疫情来了，搁较显得伊无够，所以咱要避免有人从轻变成中变成重。这条路嘛要保，不是讲叫你轻症买来乱了了，是讲那更少的人会为轻症变重症，所以及时给药变最重要的。所以咱即摆这个快速通道爱出来，这是另外一件政府应该紧做的代志。是，咱前几工仔捌讲过吼，若是确诊了吼，赶紧用高风险的人赶紧用抗病毒药啊，会减少变做这个中重症的机会。总是咱即摆来思考一个问题吼，因为最近吼有一寡囡仔人吼，幼囡仔为着病毒所变做重症，咱台湾新安界工作人员嘛有人的亲戚吼，幼囡仔即摆住伫这个家护病房内底哦，咱看到这个。幼囡仔吼，伊事实上无法度食咱所讲的抗病毒的药啊，若是出现这个状况吼，都是会当紧急去就医啦，都是亲像意识无清楚啦，也是讲袂转气啦，你胸坎落落喙唇吼反白，也是反乌吼，血氧较低。另外就是骹手会冷吼，也是讲发沁寒这个状况吼，都爱赶紧甲囡仔人送病院，咱来请教林医师吼。咱即马对囡仔人的重症实在是足烦恼，因为已经2个死亡，佫有增加3、4个是重症，即马住伫ICU 内底吼。咱安怎来保护咱的这个囡仔人对这个咱的Omicron 来看吼，是大人较高喂互囡仔，还是讲囡仔较高喂互大人吼？安怎来保护较好咧？大人喂互囡仔，还是囡仔喂互大人？即当是鸡仔生卵，还是卵生鸡仔共款？看什么人先对咧啊？总然这足歹看，但是我想咧，现在囡仔即摆对的人愈来愈侪，因为囡仔无注疫苗嘛。囡仔无注疫苗，囡仔卫生观念佫无讲解，伊啊，讲实，你对囡仔来讲，Omicron对咱Omicron，对伊来讲，哪有啥物通白毒唔白毒的代志？伊就有通好算就好啊。伊嘛是安，凊彩摸来摸去，喂来喂去，逐个揽来揽去，伊哪有咧啥物卫生观念？所以囡仔会较容易传染嘛。你看，医生馆做侪拢开伫咧囡仔较侪的所在，就是安尼啊。囡仔破病较频繁嘛，较接破病嘛。所以这囡仔特别，你看美国嘛是安尼啊。美国当初你看大人拢注意用啥了，囡仔无注，结果拢囡仔咧得啊。是。无法度啊，就是变做你无注疫苗的人得的机会更较大嘛。注疫苗，你有一寡人会得，但是毋是讲大家人拢会得嘛。所以囡仔会较容易得嘛是这个关系啦。我想是啊，囡仔得着，其实大部分嘛是轻者，比大人更较轻啦。但是你袂当讲，因为比大人较轻。所以所有的人拢比大人较轻，毋是安尼啊。总是嘛一寡不幸的人，体质较无好啦，
卫生观念更较无好啦，突然间甲大量的病毒拢用你鼻孔入来，是讲对迄个乳目睭入去啦，安尼就互伊感染着，伊就开始就较严重。是大量的病毒来入去你的体内，你就较严重。啊，佮讲囡仔一般来讲吼，抵抗力较无大人遐好啦吼，所以伊万一真正得病，伊会较严重。吼啊，所以这嘛有关系。所以咱讲啥仔囡仔，我爱注意这个现象。咱今仔已经2个已经有脑炎的，迄个病例伫个啊。啊，迄2个脑炎拢足烧的，烧到40度、40几度，吼啊救紧。所以咱讲这救紧啊，意识不佳，就是讲啊，你感觉神怪怪的人安尼，啊，你感觉无眼神，看了眼神无神，啊，感觉。无要耍物件，逐个咧，敢若规个咱神，敢若要爱困，囡仔活力拢足好诶。是。所以若要咁爱困吼，拢无活力吼，迄就足严重啊。哦。咱像你咧看恁兜诶狗仔、猫仔，你若讲看伊咧神，拢无要出去佚佗，无要顶头咧，安尼无要走来走去，迄就是严重啊啦。是是。啊，另外你讲喘气较困难，哦啊，你看啊喘大心气，哦啊，咱只喘气较紧，迄就是有问题，肺部有问题，就是安尼嘛。啊，佮另外嘴唇反白就是有当时吼血液较低落来，循环较歹，迄就是反白。啊，反乌就是内面的送数无够。哦。你若讲你的细胞无法度含迄个外口的送数，你个甲送数输入来，你就变做反乌嘛。欠血欠送数，你就会反乌嘛。是。哦，啊，另外就是讲，咱你讲血用的迄个饱和度。比94%较低，迄是迄落啦。咱即摆普通有即种咧验迄个，看你血内面的迄个送数够无？哦，啊，迄大人嘛会当用，囡仔嘛会当用啦。所以咱较早咧讲，有当时你若讲干若一个人伫厝里呢，迄吼上好夹一个迄个看你的血吼内面的送数的浓度有够无？迄就是咧验血嘛。哦，啊，迄个机器前一阵嘛，袂到要欠血咧。哦。迄嘛袂到要欠血。进前一站，你若讲迄个风药旅馆的，还是讲迄个集中迄个检疫所的，有当时嘛会分一个互伊，互伊家己检查看内面的血有迄个送数浓度有够无？是。啊，但是你若安尼啊，普通人拢会喘啊，真正你若讲遐低，你就咱会喘啊。其实有当时嘛无一定爱安尼啦。你若真正欠迄个送数的迄个血吼，无迄个送数，你开始就会喘啊，你就喘较紧。啊，对，喘气较紧，会较困难，就是安尼。啊，喙唇就细发较反乌，迄嘛是一种现象。啊，骹手怪怪的，对。啊，骹手迄种机，你血压无够，血压无够的人，要休克去，你就是骹手要冷机会流凊汗。是。迄就是这个现象啊，所以这规个现象来讲实在，你若讲哦，无要看这，你就想讲，啊，这个囡仔就甲平时拢无共款，啊，怪怪咧，神袂消个，那干那咧，规个要爱困，迄就是严重，迄就拢爱送病院啦。是。囡仔就是拢看你的迄个活力安怎，吼，精神安怎，迄就是上好的指标。哦，你著看伊讲看安，甲平时有啥无共款无？是。若甲平时真正安尼无共款啦，你差不多就爱送病院。哦。囡仔拢袂骗人的啦，袂假的啦。是。好，总经理，咱今仔看到一个新闻吼，讲后礼拜吼，台北市。国校就爱预防性的停课1礼拜，毋过这个幼儿园煞无停课啦。啊，因为讲幼儿园较好安排讲自主学习吼。毋过幼儿园遮的囡仔，就是咱上烦恼会患上病痛的，敢毋是？确实是啦。可是我想讲吼，台北市安尼想，完全是讲幼儿园的囡仔，你准讲吼，叫伊一定爱转去厝的吼，这家长就爱请假。哦。啊，你想讲家长爱请假这件代志吼，其实今年甲即马，咱能请啥物假？第一个吼叫做家庭照顾假，吼。啊，无你着爱请你家己特休，无你爱请啥暑假。啊，可是我边仔有个人吼，讲差不多这几年来吼，啥物假拢请过啊，因为一直停课，佫开始停课，佫开始停课开始。啊，有当时啊嘛，毋是讲政府讲咱即摆大家拢停课，是讲啊，即班有人较种，你等于居隔啊，妈妈嘛爱踮厝诶顾，对毋对？所以咱嘛爱想着讲吼，我当一直咧想讲即件代志，就是讲咱防疫即件代志，毋是甲卫生部咧做咧干尔，你知吼？咱诶。比
比如讲即个保险单的问题，保险问题，金管会爱安怎做？伊嘛爱想啊，你嘛爱帮这卫生福利部解决伊问题嘛。啊，另外一个劳动部，你嘛咧想讲吼。正讲啊，即摆大家可能感觉讲，哦，我着请假，佮这样无假通好请啊。啊，你也即摆佮叫伊谈厝的，啊，到底民众是要安怎？啊，即摆是毋是逐个人？有的人吼，因为伊的公司对伊真好，拢是幸福企业，啊，拢感觉请假有啥物困难呢？啊，有的人讲，啊，即摆毋是拢居家上吗？你咧厝各位囡仔有啥物难？毋是逐个头路拢共款。有的人就是我今仔爱出去头路，做头路，我才有钱通好食，我才有钱通落房贷，才有钱通好饲囡仔。啊，你即摆一句话拢叫阮好啊，逐个拢等去厝的，啊，结果就是安那，结果就是厝的就有人可能无办法趁钱。所以有当时一个政策是爱较全面啦，可是爱讲理由啦，比如讲。是安那一定爱全面停啊！你全面停的好处是啥？原因是啥？因为咱真正来讲啊，像英国、美国或其他国家，伊袂去全面停嘛，因为就是我有快筛嘛，你就是大家就甲以前咱感冒、流感、肠病毒相共款嘛。啊，即摆我要出门去上学。读册，我先来睇一个啊，无问题，你去读册。啊，睇一个2条线，你莫去读册。安尼维持讲，大家用个正常的读册，嘛，厝的大人嘛用正常的上班。我感觉这是一个原则。啊，例外即是讲啊，即摆算来算去，拢已经大家拢差不多理着啊，安尼干脆停课。安尼才是一个，毋是讲想来讲啊，不要紧，咱停学。对于政府官员来讲，停学是两字啊，可以对于民众来讲，这是真济代志要安排，所以我感觉这本来就爱想要较清楚来做。可是有当时因这什么人爱填课，什么人免填课，我有当时嘛搞不清楚。有当时讲高中的，啊，然国中的，啊，国小的，啊，国九宫格的，这段之间同大的问题就是吼，你政策一直变，啊变了，我嘛唔知你是安怎变，啊家长无做神的，迄赖群主一感觉上班上到一半就赖起来讲啊，你爱带转囡仔转去，就是我感觉爱搁较清楚明确，啊维持一个讲原则是去上课，啊例外咱才拢停安尼。是。这段期间吼，实在是真正讲啦，有较困难，大家斗阵来担当吼。咱即摆来看疫情未来的发展吼，专家是安怎讲的？咱看到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何美香老师讲吼，昨8万外，今仔日9万吼，伊讲这是正常的现象啦。你若是有注意风险，你可去挖到病毒自然感染吼，这是伊讲得到这个综合的免疫力吼，伊估计讲到7月的时阵吼，疫情会开始会下降吼，大家。伊的建议是维持正常的生活的模式吼，唔通讲拢唔敢出去啦，颠倒会互餐厅倒店吼。好，过来咱来看中区的指挥官黄高斌医师吼，伊有讲一项代志吼，就是顶礼拜咱的 RT 数值吼是2.5。即礼拜降到1.5到2之间啦，毋过伊咧讲即个数字的原因是讲，伊感觉 Omicron 的即个传染力吼是真强真强。事实上，咱的确诊的人数可能较侪9万，较侪10万啦。伊讲即个乌数有5倍到10倍，至少有30万人。伊嘛讲6月中以后可能疫情会开始，即个人数会开始下降。毋过黄高斌医师当这时嘛讲吼，即个乌数无一定无准定拢是歹的啦，因为乌数代表讲轻症的人真济吼，伊的即个传染力吼嘛较低。好，咱来看李炳英医师吼，伊讲即马吼民众自主有伫防疫吼，会互即个践踏迄个形状的曲线吼袂出现吼，会维持一个即个线轮的即个形状吼，到6月的时阵可能有开始会下降。罗一军讲吼，即马阳性率是差不多66.7%，做 PCR 的量能吼增加到11万外吼。毋过伊有讲一个代志，就是下港中南部即个疫情开始在炭烧吼。咱来讲即个问题啊，就是讲即马敢若疫情有在落难即个状况，大家拢在安尼讲。咱来请教署长吼，即个疫情落难吼，咱看到陈时中指挥官讲，事实上伊感觉是无即个代志啦，因为逐所在吼人口的即个密度无共吼，自然的有迄个发展中南部较慢的状况是敢是安尼？即马即个 Omicron 的即个传染力吼是真大啦。所以伫厝里讲互相无要传染就是真困难。伫外口当然是爱看你安怎，你有保护无？
但是因为足侪拢无镜头的啦，所以这个部分吼，伫愈密集的位，像伫台北、新北市，因为是足都市化会优先。啊，当然过来台中、台南这碗拢是足都市化高用，这碗会啦。但是，大家人有较小心，有较空旷，会较慢一点。佮讲一遍咯，较慢不一定是讲就是较好，吼，因为你较紧，累积到一定的感染数。啊，这感染数，你若讲像咱即马之前吼，讲9万个嘛，最近是有较慢者，这9万8万，他都林秘书讲，这可能定义无共。你快筛个当成是啊啦，安尼当会增加嘛。啊无吼，过去是做3天2倍，3天2倍，尾也变4、5天。像为4万到8万遐个已经4、5天啊，像8万个拢保持伫遐，这叫定义无共较增加，所以无啥即马有拖较久啊。所以毋是讲像以前遐紧就对啦，毋是遐紧，有当会累积着较慢的。啊，即马所以累积较慢，就是较慢落来意思啦。所以吼，无甲黄高斌讲，若好吼，最好是较紧的吼，乌素较济较好就对啦。啊，一定有乌素，因为这有无镜头的感染者。我无认为是讲南部的乌素较少啦，较济啦，啊，所以找着较少。我是无讲，是因为这会安尼。是安尼传啦，开始传，开始传，啊，当然愈多个愈传愈紧，啊，有个人个当然是即马较无咧叮当啊，较无叮当传个较无要紧，啊，所以吼即马上重要就是讲这预防车吼爱较紧做啦，啊，逐个人吼，尤其老大人预防车较紧做，甲这当做讲莫互伊着重病，莫讲已经着病啊，较紧来治疗，迄当然应该，当然是囡仔吼，若阵头拄仔讲诶吼，啥物到。这他们讲到迄个变白，迄伤严重，还是头前迄个镜头遐个好用啊啦，毋通到后壁迄张啦吼。伊头前吼有头前即边警讯表征，迄较重要啦。你若到后壁即个讲啥物吼，抽筋意识不清迄，他们伤慢啊，有较慢一点啊。头前迄个还好做，啊那安尼吼尽量个，但是讲快筛阳性。就较紧互伊药啊治疗吼，这我想医师吼，会有一点困扰哦吼，因为这有个人还佫有一个副作用嘛，所以伊嘛会讲个，快筛小我真紧啦，吼，那真正是要做的啦，当然这样伫诊所要快筛有较困难啦吼，要做 PCR 有较困难啦，啊无我药啊可以用，但是我会去做 PCR 啦，所以这个部分较紧是好啦，但是最好是注预防下，注较济咧，啊互伊。卖着当病，啊囡仔因为无自我度，囡仔就讲较紧有镜头吼，较小可严重就去送啊啦。啊那安尼吼，大家人尽量，莫讲小可代志啊，家己无清楚就先拢走去诊所走去病院，安尼因挡袂牢啦，安尼挡袂牢的话，会互其他的照顾吼，会变会转变较无法度通照顾，安尼个毋好啊啦。我是感觉讲，这个奥密克戎毋是遐严重，大家人莫家想着遐严重，等到是你普通你本来家己有诶病，一定爱去照顾，吼。啊，当然有当医生讲，病院讲无病床啊，是毋是啊？伊关起来无病床，无够人，伊讲无病床啊，煞无带伊，迄个较麻烦是安尼啦，吼。但即马是讲到偌久吼，即点有影真困难，因为咱即马假设讲有乌素，伊讲做30万，哦，假设黄医师是安尼讲，假设2倍。你嘛也嘛正咧，即马讲意思讲，你若算9万，但是有个人无出来检查，有个人检查出来是含万动，动了无好，嘛食阴性，算起来假设讲即马有10几万，10几万吼，佮一礼拜吼，还是10天，佮加100-200万啊呢，即马已经107万啊，若这200-300万的人感染，若安尼加起来差不多有10%到15%感染，韩国是已经30%以上啊，若阵咱的预防车会当做到30下，咱即马讲做80%左右啦吼，但老人无，老人敢做60%尔吼，所以这老人较紧补，剩的若总共有80%，80%毋是讲你袂感染呢，因为这个是对这个阿鲁法的疫苗啊，时间过嘛是无啥有效，等于无自小工啊，所以还是会感染，但是袂重症安尼啦。若总讲有到70-80%、80%以上拢做，做了将近20%。10几%，有个安尼90%几个人，90以上大概拢有保护力，若迄个较毋惊啦，因为即个奥密克戎除了8到10的迄个
咱讲R0啦，干啥？你若有法度90%的人较袂着，啊那安尼你就袂传出去啦。哦。会感染，但是佫较袂大流行，爱佫落来啦。安尼落来差不多偌久，差不多我看是我差不多5月底6月初迄搭遐吼，到高峰啊佫ขึ้น落来。啊，你若种本人吼本身讲无讲可已经有做疫苗啊，啊你讲要安怎较一定袂感染，迄时也是无法度，因疫苗无效期嘛，会无效期啊。所以你若要互家己袂感染，干那一步尔，意思讲你一定家己袂使去摸着家己的喙片啦，我是去恢复着家己保护迄步啦。即部分种大家有较散啦，有较散，但迄部分若阵讲莫去食饭，啊食饭迄阵离有够开，啊有够开了，佫一定保持啊，逐个人吼，拢有法度通家己靠家己保护啦，这是一定100%有效的啦。是，吼啊，但是你爱足小心的，爱较法度，安尼我袂感染啦。是。署长讲到预防针，咱即马最后来看一个数字统计吼，这是这个注预防针注几重啊，变做这个死亡这个死亡率的侦查吼，这是用一个每100万人的人口来算，咱看就是70总计来讲吼，若是注3重预防针吼，每100万人内底死亡是6人半啦。啊，若是一重拢无注的，是要将近40吼，安尼是差6倍吼。咱来请教林医师吼，就是咱即个数字是足明确的。毋过咱即马若讲到讲2个状况，就是讲咱有注意防针，事实上嘛有可能会变做中重症。咱看到拄则迄个数字是安尼。另外就是遮的即个统计吼，内底就是较无囡仔人的资料，这是即即个家长伫烦恼啊。所以咱看到黄林明医师吼，伊的建议是讲先做先好啦。林医师你安怎看？我嘛是认为先做先好啊。你若无做，你就等着确诊，毋是等着你要选的疫苗啊。是。即个数目字你来看哦，无做的人死亡较济，囡仔人嘛是安尼啦，囡仔人嘛是发生即个现象，但是伊的迄个比率较无遐悬啦。就讲伊，比如讲，可能100万人，可能若讲无做的人，可能，譬如讲，啦，来讲5个好啦。若讲做1针啊，可能4个啊，是做2针可能3个，看拢做3针的可能看较少啊，对这伊较无遐悬的，但是嘛是迄个比如就是讲有做有差，有做有保庇，无做就是较容易发生重症甲死亡嘛。是。所以我想大家嘛是爱考虑讲，若会当做赶紧做。咱当初吼就是较早开始做拢找老人吼，迄种。专身足侪病人来开始做，所以做了有一寡人哦，因为安怎毋知什么原因，就较侪人有发生重症，还是讲副作用死亡的啦。所以大家惊一个煞，一寡老人拢煞毋敢做。尤其是我足侪问过一个病人，有个人讲，我本身是大类病，我有即个糖尿病，后过了有啥物心脏病，我做了到底毋知挡会调，挡袂调咧。其实吼，你无做，佫较严重。是。吼，虽然做有小可的副作用，但你无做。你若得病，你较严重，我拢甲病人安尼讲，我讲你想看觅，今仔日你就是即个一大堆病，你较愈应该爱做，若无你若得病，你发生问题佫较大咧。是。所以毋通想讲，因为你有病，惊讲做了讲啥物挡会调，这做咧是毋是安怎挡袂调？所以我毋敢做，你发生问题愈济啊。哦。你看你的数目字，你就当想出来，就是讲，你敢若看这个数目，你就知影讲你无做，看较严重，无较严重。你看咱咧死亡的。我逐工咧看死亡的是啥物人咧死的？拢一大堆有慢性病人咧过身，心脏病啦、肺病啦、癌症啊，所以表示讲你无做，你愈严重啊！毋通讲因为你惊讲我本身有病，我做咧到底毋知，佫挡会调、挡袂调。逐个人拢想讲咧，其实预防针是人类的一个足大的发明。哦。动物都无咧发明预防针，是人较有发明预防针出来。对预防针发明较深啊！你看咧救偌济人，人类若无做即个预防针，毋知还佫偌济人会死亡，你敢知影？咱对囡仔对出生，甲伊大人，咱总共爱做偌济？几啊10针的预防针，干那囡仔就20几针啊！囡仔到读小学之前，大概要做较强要30针。大人了，佫加减会佫做一寡，所以
这医用车是认为发觉较早囡仔的死亡率偌悬，你敢知影？就是因为咱做医用车了，囡仔的死亡率较低起来，所以较早的人拢生一大堆，一边生10个、4、30个嘛无要紧啊，够剩6、7个嘛懵好啊。啊，即摆人拢生1、2个啊，你若无做医用车，你发生问题，你就哇，你后代拢无去啊。是。所以即摆若阁愈爱做医用车，袂绝对毋通想讲我做医用车，互你挡袂了安怎。囡仔吼做足侪针的医用车，阁介济咧，毋是讲家己讲我谁来做甲3针，咱有诶囡仔医用车做4、5针都有咧。我5合一的医用车爱做4针、5针咧，试验的医用车嘛做3针。